保護身體，我會愛護自己的身體。當眼睛感到疲倦時，我會休息或做眼操。聽音樂時，我不把音量調得過大。飲食時，我不吃味道過濃的食物。擤鼻涕時，我會用正確的方法。如果身體受傷，我要告訴家長或老師。保護身體，我會愛護自己的身體。當眼睛感到疲倦時，我會休息或做眼操。聽音樂時，我不把音量調得過大。飲食時，我不吃味道過濃的食物。擤鼻涕時，我會用正確的方法。如果身體受傷，我要告訴家長或老師。